是可以用镰刀剃头的吗？没错，是镰刀，绝对没有听错。贵州呢就有这样一个神奇的部落，保留着用镰刀剃头的传统，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男性发型。人类学家称之为活着的兵马俑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位于贵州省从江县的压沙苗寨。这个部落呀，剃头的画面一度成为经典，更是堪称不可超越的经典技术。高手在民间，这个速度只有那么快、准、狠，不服都不行。在这里呢，男子长到16岁的时候呢，就会举行成人礼的习俗，长辈就会用锋利的镰刀去剃周边的头发，只留中间较长的部分扎成辫子，绑在头顶。当地人称之为护棍。护棍一节标志着这个男子呢已经成人，进入到了一个独立的阶段，可以谈恋爱、结婚生子、掌管农户。而且这个护棍呢，还是男性装束中最重要的性别的标志，要终身保留这种发饰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镰刀剃头，或者说有没有亲自感受过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哦。关注我吧。